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收睇今期猴哥觀象。今期我哋會針對港股股份快手 W01024，由日線級別技術走勢入手，分析而家嘅盤面結構、多空格局同埋關鍵價位區間，做一次全面嘅拆解。從整體技術形態嚟睇，快手嘅日線走勢長期處於一個標準嘅三角收斂結構入面。今輪走勢嘅上方壓力線係由今年1月份85.2港元嘅階段性高位，加上之後幾次反彈嘅次高位逐級下移所形成。而下方嘅支撐線就以41.92港元嘅前期低位為基點，再配合中期平台支撐慢慢抬升，整體呈現高位逐步降低，低位慢慢抬高嘅經典收斂陣走勢。喺5月21號，大市出現咗一個重要嘅結構性轉變，股價有效跌穿長期收斂三角形嘅下緣支撐位，原本嘅支撐區間即時轉變成為短期嘅技術性壓力，日線層面原本嘅陣格局被打破，走勢正式進入偏淡運行狀態。翻睇5月22號嘅盤面走勢，日內多方雖然嘗試反彈收復，但股價一接觸到之前嘅支撐位，而家嘅壓力位之後就明顯受壓，沽壓相對集中。結合現時嘅技術結構，我哋睇下後市嘅關鍵價位同走勢信號。第一，短期想要企穩反彈，核心關口係48港元，只有股價重新企穩呢個位置，反入三角形收斂區間之內，大市先會有陣收復，投資氣氛好轉嘅基礎。第二，如果走勢想由弱轉強，重新展開反彈，就必須配合成交放量突破51港元呢一條上方重要壓力線，有效突破之後，先有條件打開中期嘅反彈空間。相反，如果短期多方實力唔夠，守唔住48港元呢個關鍵位置，現時嘅偏淡格局就會持續，股價好大機會進一步回落，再次測試41港元前期低位嘅支撐力度。綜合日線層面嘅整體走勢嚟判斷，現階段多空角力仲未分出勝負，淡方力量暫時優，盤面不確定性比較高，呢個階段唔適宜盲目持倉或者搏反彈。以上就係快手 W 嘅技術走勢分析，內容只係客觀解讀技術走勢，絕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投資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。歡迎大家點讚、關注、轉發支持我哋節目。下一期我哋會深入分析標普、納指同重點美股個股嘅走勢，敬請大家繼續留意。